非法药物贩运以及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是对任何国家人类健康和家谱的严重威胁之一。这一可怕的罪行每年都会导致地球上上数以万计的年轻人死亡，并面临数十万家庭的困难。自独立初期以来，我们这个年轻的共和国一直在打击非法药物贩运的斗争中处于第一线。执法人员每天都在冒着生命危险来防止这种危险的犯罪。这个有组织犯罪集团对我们的同胞的破坏性和敌对行动的结果是，在戈尔诺巴达河上自治州800多名年轻人成为吸毒成瘾者，其中500人是摩洛哥居民。今年6月9日上午21时15分，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在塔吉克斯坦的巴达河山山区自治区军事行动中心搜索行动该地区靠近舒农区米尔佐江西林江的村附近的云奇村，贩毒从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到塔吉克斯坦共和国进行大量交物，其非法交物是由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发现和发现的。在活动期间，国家安全局的官员展示了高度的专业工作在阿富汗戈尔诺巴达河山自治州巴达河山伊斯兰共和国的北九六的有组织犯罪集团成员推波什夫舒赫拉特·马姆卢科维奇1990年7月28日舒农地区米尔佐江西林江的村的云奇村居民。根据与阿富汗通信的初步磋商，他必须接受大量药物，这些药物已经跨越两国边界。在实践调查过程中，激活了3袋毒品，其中包括197包麻醉药品、3件枪械、2件澳大利生产的格洛克手枪和1件意大利贝雷塔手枪和171发子弹。据专家介绍，对于100公斤大麻麻醉片，包括年轻塔吉克斯坦人在内的全球多达40万名年轻人可能失去自己与家庭健康。在这种情况下，将启动刑事案件，并进行初步调查，以查阅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刑法第335条第1部分、第289条第3部分、第195条第2和第4部分。不幸的是，这类罪行是在旅游和民间公益年实施方案的情况下实施的，预计将吸引外国游客和外国资本进入国民经济，不利影响，因为他们通常更喜欢选择到没有安全分享的地区的路线。在反正这种危险的情况下，传奇公众和每一个理智的人都应负责任并帮助主管党。在反正这种危险的情况下，传奇公众和每一个理智的人都该负责任并帮助主管当局保护每一个人和社会的和平生活。2018年6月9日，我们和阿富汗公民
交谈。他们把货物运到塔吉克斯坦，我在潘杰河边把货物接收了。然后国家安全官员扣到我，用3大代码、3把手枪和171颗子弹。